准备唔好，抢也未错。唔好，想同抢高，我爸本来嘅房屋建筑唔见得咧。请问，我判你乜嘅属相呢？要去申请填充部分。请问，你係屋嘅所有權人麼？係啊，我嘅登記喺我嘅名下。請提供你嘅身份證同印呢？請等一下哦。按照個資源會無限麼？按照當愛採數嘅時間，比平常時要較無限啲嘅。唔愛啲喲，路卡有火。我記得我屋企嘅個資源當法。冇騙啦，個資源當然都上來一大群係嘅。哈，係喎。係啊，係為我招來調色揀咩？我一條嘅個資源都比上槍嘅啦。佢真件係花果山嘅係喎，無王無法。唔到天草比錄到無價實呵，佢唔到安樣辦結嘅呢？無法度啦。係你愛同靈沙父老相處啊，故所將超中家啲嘅故事同佢哋分享啦。唔到辛苦誒，先同樹創會80幾年，同說明一下，也樹創部分審查認證後，還愛公告一張頁，滿一張頁過，再拿出來登記，登記後誒，到時節會用電話通知你。了解。請問到時愛帶乜嘅文件呢？2天嘅時間，請記得愛帶亞狀登記同強制印呢。我到時係用亞狀登記同印呢。這樣時你係無法出來，委託人也愛帶同一份登記同印呢哦。好，我知咧。記得唔好帶唔湊印呢來。來，書記本，每本一張我嘅名片。係有問題，就得打電話來問。書件登記當個有2件審判人嘅電話分機號碼，唔過來之前，就得先打電話確認，係唔係做得2件？好，按時說。